国际西主会300D 湾区第7专区、14分区以及15分区联手做爱心，结合赤坎、中山、名人、向阳、成功、中正、自强、真善美等8个西主会，做伙关心华山基金会弱势长辈，捐赠当年服务经费16万块，也希望就此达到抛增营业效果。跟华山基金会的捐助呢，要感谢各位师姊会各位会长、各位师兄的帮助了哈。那我这边呢，只希望大家的掌声了哈。为什么哈？第一个哈，我们是不是借助大家掌声哈，来感谢我们第7专区的主席哈，促成了我们14分区、15分区这一次的活动，好不好？那第二个呢，也借助他第2次掌声来感谢我们这一次的8个会长啊，8个工会的会长啊，一起来合作来完成这次的社会服务。现场除了有众多师兄师姐来捐礼以外，副市长赵清惠、市员李凯维、罗坤福、蔡小维、蔡旺全、吕维应等贵宾也拢前来见证。是咱即摆台南市普遍来讲，超过的这个超老年应该到17%，就是讲咱老人的年纪甲伊中老的年纪是比较长的就是，但是咱上大愿望是啥物？咱希望咱老的时阵是会当健康到能够活动筋骨，可以走动、行动自理。所以咱有需要讲社会局甲咱议会这边才来配合讲照顾咱真侪市民，但是总嘛是有无法度照顾到的人，所以咱就爱请咱的这个社会福利这单位尤其是咱华山基金会伫咱全国有300几个人咱有3万几个人都会当受到因的照顾。基金会代表张瑞芬也伫现场分享照顾长辈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真实事件，也让人听甲非常的不甘。有一个长辈患有严重的僵直性脊椎炎，他说他希望他可以到顽皮世界去看动物，因为他这一辈子他没有进去过动物园，就算他的家就在学甲，他也没有进去过。后来我们克服了他的身体的不方便，然后帮长辈就是带他去动物园看长颈鹿，然后帮他庆生。阿公那一天很开心。基金会表示，华山服务长辈过程中无收取任何费用，因此非常需要社会各界帮忙。这次嘛真感谢西主会大力帮忙，也欢迎有更多善心人士加入关怀弱势长辈行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